債務重組要爭幾多錢先可以申請？ IVA 咧就冇話一定要欠幾多錢先做得到，但一般嚟講啦，欠款超過月薪嘅8倍以上，而且涉及2間或以上嘅債權人，做 IVA 咧就特別有效噶啦。債務重組最適合嘅人係最適合嘅人咧就係穩定收入啦，唔想破產，想保住份工同埋資產嘅。債務重組最唔適合嘅人係唔適合嘅人咧就完全冇收入或者得一間機構嘅人啦。不過每個情況咧都唔同嘅，最好揾啲專業人士咧就提供意見啦。